你覺得裝修平等於冇質感？唔一定嘅，睇你遇到邊個對手啦。其實裝修唔係講要用幾多錢，而係點樣先可以用得其所。我哋最近就幫一位客人用30萬將佢嘅新居屋打造成高質感家居。第一步，功能與美感要兼顧，我哋用咗少量特色建材，例如獅子櫃，然後特色牆中間又用少量嘅藝術花紋板，層架加金鋼點綴，而其他就用黑白淨色，簡約得嚟有格調，低調又奢華。第二步，裝飾設計要統一，設計最忌雜亂無章，最好喺同一個空間用色唔好超過2種，統一風格，配搭護牆板增加細節同層次感，咁就可以簡單做出質感啦。第三步，預算分配要合理。一個好嘅設計師唔係要幫你堆高物料預算，而係要幫你計算清楚，將錢用喺啱嘅地方。與其花一大筆錢買岩板做台面，不如揀用成本低又易清潔嘅石英石，再加埋櫥櫃拉籃，實用又划算。裝修嘅關鍵從來唔係錢用得多，而係你有冇揾到一個每1蚊都幫你諗清楚點樣用嘅人。最貴唔一定最好嘅，用得啱先係高質感㗎嘛。